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維園約定你。大家好，我係青海港澳聯誼會會長吳漢忠。青海省位於中國西北部，省會係西寧市，全省均屬高原地區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。上年家鄉市集嘉年華圓滿成功，我哋努力推廣青海高品質嘅高原特產、優質嘅有機綠色食品，吸引咗好多香港市民關注同埋留港消費嘅意欲，更激發大家對青海嘅自然風光同埋文化嘅濃厚興趣，實現咗文化傳播同埋經濟收益嘅雙贏。大家好，我係青海港澳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徐曉鶯。青海以壯麗嘅高原風光、豐富嘅少數民族文化著稱，形成咗獨特嘅文化交融景觀，絕對係遠離塵囂嘅旅遊勝地。生態保護同可持續發展、文旅融合嘅潛力，正正係青海文化同物產嘅現代價值。作為中華水塔，礦產嘅開發同生態保護嘅平衡備受關注。綠色有機嘅農產品正為經濟發展振興嘅關鍵。青海嘅多元文化、獨特物產、旅遊產業都正在興起。大家好，我係青海港澳聯誼會副會長鄭燕華。青海港澳聯誼會嘅攤位滿載住綠色食品，我哋有茶卡鹽湖嘅食用鹽、柴特木盆地嘅枸杞、黑枸杞、沙桔汁、高海拔蜂蜜、花蜜、無污染嘅藏紅花、健康時尚嘅藜麥，我哋仲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藏香、著名嘅青繡文創工藝品。大家好，我係青海港澳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偉傑。我哋將青海大自然饋贈帶到繁華嘅香港維多利亞公園，搭建一座連接青港兩地文化同情感嘅橋樑。6月3號至7號，維園家鄉市集見，到時等你嚟發掘大美青海嘅魅力。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維園約定你。